美国职棒西雅图水手与奥克兰加海外开幕战20日和21日在日本开打，可能是球星铃木一朗最后一次在家乡比赛，到时会有多轰动？日籍队友菊池雄星说，东京巨蛋会摇晃大联盟春训进入尾声，西雅图水手20日、21日在东京巨蛋球场与奥克兰加打海外开幕战。30名水手队员今天搭机前往日本备战。虽然名义上主场队伍是家，但水手阵中拥有45岁的日本传奇球星铃木一朗。这次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在乡亲面前比赛，球迷期待程度前所未见。水手阵中另一名日籍球员菊池雄星，今年才刚转战美国职棒，5个月之前他效力于日本职棒西武狮。这次海外开幕战，菊池雄星将首次与偶像铃木一朗同在大联盟比赛登场。大联盟官网今天以头条报道，铃木一朗此行可能造成日本举国轰动。文中指出，27岁的菊池雄星从小看铃木一朗打球，回忆2012年铃木一朗回日本比赛，仍然印象深刻。菊池雄星透过翻译表示，当年真的有够疯狂的啦。我觉得铃木一朗这次回去，在所有的球迷捧场下，东京巨蛋到时候会开始晃动。铃木一朗7年前也是随着水手队在东京巨蛋打开幕赛。菊池雄星说，我无法想象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，我猜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。铃木一朗维持一贯的态度，不愿意把比赛的焦点都集中在自己身上，不想谈这个话题。不过大联盟官网预估，铃木一朗此行会轰动全日本。铃木一朗过去18年的大联盟生涯，尽管与日本家乡隔着半个地球，每场比赛仍有数以百万计的日本球迷关注他的每一条消息。全日本的球迷都知道，错过这2场比赛，未来可能再也看不到一朗在日本球场上挥棒、守备。铃木一朗已经45岁，而且明确表示，未来不会回到日本的职棒球队打球。从2001年就随身报道铃木一朗的产经体育报记者向大联盟官网说，这2场比赛是日本历史上最重要的时刻，铃木一朗是日本25年来最具代表性的员。这名记者认为，这2场可能是铃木一朗在家乡日本的最后一战。他说，球迷都很内行，虽然没有人知道未来会怎样，但大家都想享受这一刻。因为铃木一朗说过，不会回日本打球，这可能是铃木一朗在日本的最后一次比赛。美国媒体从去年就有传言，铃木一朗可能打完这2场比赛宣布隐退，不过一直没有得到球团与铃木一朗证实。铃木一朗近期重申，想要打到50岁退休。